Hello， 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我哋嘅視頻。咁呢期帶大家睇到十里銀灘5期維港灣嚇1號樓呢度嚇樓王單位啊，海景最靚呢一座嚇。咁呢度咧都係一個鳳凰樓層，非常之靚嘅，33樓，總高係34嚇。咁我依家咧就喺客廳露台呢度嚇。咁呢個方位咧就有少少偏西南向啊，但係景觀超級靚嚇。露台非常之大嘅，露台望出去景觀都係非常之靚㗎。無敵海景啊！整個內灣嘅海景盡收眼底啊！樓下呢就係我哋個銀白沙灘嚇。咁如果翻深圳啊，就樓下呢度就有業子巴士翻到深圳嘅，25蚊雞一趟嚇。好啦，咁睇完景觀咧，就帶大家睇下我哋呢套房嘅內容嚇。呢套房保養都非常新淨嚇。業主之前係簡單佈置啲家私電器過嚟度下假嚇，咁依家打算放埋嚇。有啲家私就搬走咗嚇，剩低嘅都係睇到嘅都係送賣嘅啦嚇。咁呢度係客廳嘅開間嚇，窗簾之類睇到都係有單獨用咗啊。沙發係送賣呢個皮沙發嚟㗎嚇，開間就去到3.8米嚇，坐喺沙發呢度係正面大海嘅嚇。咁呢度咧就係飯廳位置啦，可以擺個圓台都夠嘅，呢個位比較大嚇。從入門呢度都可以睇到海景啦嚇。咁呢邊咧就係門口嚇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 U 型嘅廚房位嚇，可以睇到啊，廚房啊、廚櫃啊都開發商啊、交流標準嚇。咁呢啲燒肉櫃啊、熱水爐啊同埋冰箱都業主都係配賣㗎啦，配賣而且咧空間都比較大嚇。咁呢度咧就可以正對海景啦嚇，正對海景啊。咁入翻去咧就睇下我哋個休息區嚇，3個房啊。過翻嚟首先睇下我哋個第一個呢個客廁呢個地方啦嚇，洗手間都係做到乾濕翻嚟嘅客廁嚇。咁過翻嚟咧就係我哋個細嘅客房呢邊啊。呢個客房咧就有8個多平方嚇，業主係擺張1.2米嘅床嚇。呢個方向咧都可以睇到海景嘅，呢個方向嚇嗱，都有海景嘅嚇。嗱，出翻去對面咧就有一個客房係可以直通我哋個客廳露台呢邊嘅嚇。嗱，呢度出翻去咧就正對客廳露台啊，海景係超靚㗎嚇，海景啊。咁過翻來咧就睇下我哋個主人房嚇。主人房入翻嚟對面呢邊咧就係我哋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啦嚇，都係做到乾濕翻嚟啦嚇。咁後邊門嘅後邊咧就可以業主都定製翻個櫃嚇。嗱，咁呢邊咧就係主人房，業主擺咗床頭櫃同埋擺咗1.8米嘅床嚇。放喺床上就可以正面大海嘅呢個景觀嚇，空調窗簾都係有埋㗎啦嚇。主人房呢度裝埋一個電視機嚇。咁呢個單位依家樓層咁靚，景觀咁靚，依家買緊幾錢咧？同觀眾朋友講下。咁依家目前啲單位咧嚇，有業主放埋130幾萬㗎啦嚇，但係130幾萬都賣唔出去啊。咁依家120幾萬都有幾套嚇，110幾萬都有幾套啊。咁依家呢套幾多錢咧？同觀眾朋友講下。依家呢套啊，包增值稅嚇，先110萬啊，110萬。咁如果有意向嘅觀眾朋友咧，就可以聯繫翻小王過嚟睇睇啊，感受一下嚇。維港灣4排前排有4座啊樓王呢啲單位睇海景嘅，最靚就係1號樓嚇，可以實體過嚟感受一下嚇，110萬可以攞低呢個單位。OK。